健康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癌症呢一直拢是台湾10大死因的第一名。即马为着要达到政府所设的这个目标，伫个2030年，癌症的死亡率要互降到1/3。这位福部也甲台湾槟榔防治甲口腔癌的防治联盟来合作，要来降低这喙腔癌的死亡率。针对着槟榔健康危害的这个防治法的草案，因为部分民众反对，所以目前这立法也无进展。也那卫福部是表示讲，会继续来推动立法。会当看到各县市拢有推出喙腔癌防治的海报，这是台湾槟榔甲喙腔癌防治联盟发起的。联盟表示，布槟榔和喙腔癌有真大的关系。伫防治这部分，目前已经看到发生率有降低，抑个死亡率也无明显下降。筛检还要加强它的不止量以外，品质要加强，这样才能降低死亡率。筛检以后的这些阳性个案的追踪处置，这个也是很重要。目前卫福部要研议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草案，要求槟榔摊爱登记，嘛限制伫特定所在袂使布槟榔，亲像伫游览车顶。也毋过因为引起反弹，目前立法无进度。卫福部表示，为了落实健康台湾的目标，会继续推动立法。草拟了这个叫《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啊，那这个里面主要是强化这个对未成年跟这个孕妇的一个健康危害的防治，增加这个高风险族群的口腔癌筛检跟这个戒槟榔的一个卫教的管道。根据卫福部统计，喙腔癌排10大癌症的第6名。若是有食槟榔的人，得喙腔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8倍。布槟榔佮啉烧酒风险佮较悬，是一般人的123倍。卫福部讲，为了国人的健康，建议民众上好是离槟榔佮烧酒愈远愈好，也爱配合定期体检，安尼才会当有效降低着癌的风险。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